當時我哋8點零鐘啦，就聽到有個女人喺度嗌，但係就聽唔清楚個嗌乜嘢。但係我啲狗不停響吠啦。就我哋喺佢嗰度附近住嘅，但係我哋一開門想走，其實都已經俾啲黑色嘅濃煙令到我哋睇唔到嘢，呼吸唔到。跟住我哋咪報警啊，打電話俾消防處啊，揾消防員嚟救咯。跟住就將所有濕毛巾圍住晒個屋企門口嗰啲罅，等啲煙霧咁入得咁快咯。跟住就消防員，我諗大約10零分鐘就到咗我哋嗰個單位，跟住就幫我哋手救我哋啦，俾氧氣我哋聞啦，跟住就經後樓梯落咗去下低一層，跟住行去另外一邊翼嘅電梯搭咗落嚟咯。正常就係咁咯。濃煙都幾恐怖。火警中共有8名嘅傷者，當中2人為嚴重受傷。主要傷勢為吸入性損傷，清醒程度下降。其餘6人為嚴重，主要傷勢為吸入濃煙不適、呼吸困難。喺呢8個傷者當中，有2人係由消防人員救出，其餘6人則自行疏散。救護人員喺現場為傷者進行初步治理，包括提供高濃度氧氣。另外有1名人士於現場由救護人員判斷為明顯死亡。消防處總共動用5架次嘅救護車，將呢8名嘅傷者分別送去2間醫院，其中6人送去明愛醫院，2人送去廣華醫院。